现代台语版圣经约笔记第8章，山人比勒达应讲：即款代志，你要讲偌久？你所讲的话，亲像狂风。上帝减会歪曲正直，全能者减会歪曲公义。你的囝儿有得罪伊，伊则照因的罪过，互因受应得的报应。你若祈求上帝，对全能者求恩；你若纯洁正直，伊会起来帮助你，甲你搁再去做平安徛起的所在。你起头虽然微细，到尾会真发达。你去问前世代的人，看因有对列祖学着甚物？咱昨才出世，毋知半项。咱伫世间的日子，不过亲像影。因教示你，甲你讲出因心内的话。无土糜，蒲草减会生长；无水，芦苇减会大丛。因枵剪还袂挂起来，就比其他的草较早焦去。所有袂记得上帝的人的结局嘛是安尼，无敬畏上帝的人的愿望会无去。因所遗我的是真快长的死，所倚靠的是蜘蛛网。因倚靠蜘蛛网，毋过靠袂牢；牵条网，毋过挡袂牢。因亲像食物有日照就生喙，藤旋甲满园。因的根困伫石头堆，钻入石头缝。因若互人哭起来，会互伊家己的所在放任，讲我毋捌忍。因一定会伫路边烂去，后来有新的影对地面搁浮出来。看咧，上帝一定袂放杀纯全的人，嘛袂帮赞做歹的人。伊会互你搁再笑嘻嘻，互你的喙出欢喜的声。怨恨你的人会用见笑做衫穿，歹人的布片会无去。